巴西警方因为有警察防卖毒品的乌道提示了后，展开大扫恶。也毋过因为乌道的火力嘛真强，所以目前嘛已经有45个人死亡咯。到底警方直升机飞过里约这个贫民区的时阵，地面的警车全面部署，会当听到连续庆声。警方也请伫庆证现场警戒，过程有人互拍死。巴西媒体报道，死者当中有一个摇头，甲一个毒贩。根据警方的线报，迄天帮派集团首领伫当地有一场密会。Após a progressão no terreno e a chegada na região de mata, local onde acontecia efetivamente a reunião, fomos recebidos por muitos tiros, armas de guerra que demonstram o poder bélico desta facção criminosa que atua naquela região. 过去这几天，巴西有3个州的警方针对毒品帮派大规模突击，除了里约、伫圣保罗州展开拢总5天的盾牌行动，冲突的时阵拢总有10多人死亡。另外，伫东北部的巴伊亚州，警方表示有将近20个嫌犯互拍死。初二，滨海城市的过路者一个特种部队警官互杀害。圣保罗州就展开行动，抓到58个人，找到385斤毒品甲枪。巴西司法部长迪诺批评这个行动甲帮派所犯的罪嫌比起来，付出伤侪代价。圣保罗州长福瑞塔斯捌伫初一表示，警方对立损失2个关键。国际调查组织认为，过路者的突击行动正明显是对一个警察的死亡伫报复。里约州议长牵接伫里约上架区的庆典，那亲像甲当地居民带入活地港。庆典迄天附近学校拢关起来，差不多3220个学生囡仔被逼爱踮伫厝内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